恭讀馬竇福音第26章14至到25節。然後嗰12個人裏邊，一個叫加略人嘅猶達斯，佢走去見嗰啲司祭長咁樣講：如果我將耶穌交俾你哋，咁你哋願意俾我啲乜嘢啊？咁佢哋就俾咗佢30塊銀子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佢就揾機會將耶穌交俾佢哋。無酵節嘅第一日，啲門徒走嚟對耶穌咁講：你要我哋喺邊一度為你準備逾越節嘅晚餐啊？耶穌就講：你哋入城嗰度去揾某一個人，話俾佢知，老師講我嘅時候就快到啦，我要同我嘅門徒喺你屋企裏邊守逾越節。嗰啲門徒就按照耶穌所指示嘅，準備咗逾越節嘅晚餐。到咗夜晚，耶穌入席就坐，同嗰12個門徒喺埋一齊。當佢哋正喺度食嘅時候，耶穌就講：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你哋當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咁佢哋就十分之苦惱，開始一個接一個咁樣對耶穌講：阿主，唔係我嘛？耶穌就咁樣回答：係嗰個同我一齊用手喺盤裏邊飲食嘅人，佢要出賣我。人子固之然要照經上邊關於佢嘅記載咁樣離去，但係嗰個出賣人子嘅人，佢有禍啦。對嗰個人嚟去講，如果佢冇出生喺呢個世上，反而係更加好。咁嗰個出賣耶穌嘅猶達斯亦都咁樣講：辣彼，唔係我嘛？耶穌就咁樣回答：你自己已經講咗啦。福音反省。當我哋反思聖週三，又或者間諜星期三，亦即係猶達斯用30塊銀錢出賣耶穌嘅嗰一日，我哋會諗起引導我哋遠離對基督忠誠嘅誘惑。喺今日嘅世界裏邊，仍然有好多人，佢哋為咗個人利益而出賣需要幫助嘅人，為咗經濟利益而剝削弱勢嘅人，由人口販賣去到不公平嘅勞工行為，貪婪嘅心驅使呢一種嘅背叛，同猶達斯嘅行為如出一轍。猶達斯佢曾經係一位門徒，但係就屈服喺對金錢嘅熱愛，背棄咗愛佢嘅救主。佢嘅軟弱使佢走上背叛嘅黑暗道路，將耶穌賣俾司祭長。呢個悲慘嘅故事凸顯咗一個驚駭人聽聞嘅真理。當金錢成為我哋嘅主宰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陷入一種靈性上嘅奴役。我哋有一個選擇，就係服侍天主，並且愛我哋嘅鄰舍，又或者係服侍金錢，並且為佢虛假嘅承諾所奴役。耶穌佢從嚟都冇直接稱猶達斯為叛徒，就算耶穌知道將要發生嘅事，耶穌稱佢為朋友，向我哋顯示愛同寬恕係永遠存在嘅，就算係嗰啲背叛嘅人。而猶達斯嘅結局就提醒我哋罪惡嘅空洞承諾。魔鬼提供咗稍縱即逝嘅滿足，但係就讓我哋陷入絕望。今日當我哋思考自己嘅選擇嘅時候，就讓我哋問一問自己，我哋係咪好似猶達斯一樣選擇自我利益，而唔係對基督嘅忠誠呢？
我哋係咪為咗私利而剝削他人呢？我哋每個人都必須面對內心嘅小猶達斯，亦都就係受到物質主義、貪婪同背叛誘惑嘅嗰一部分。就讓我哋選擇侍奉天主，尋求公義，並且以純潔嘅心去愛他人。記住，背叛只會帶嚟悲傷。願我哋成為真正嘅門徒，脫離世俗慾望嘅枷鎖。